今日我哋係做坐姿運動，做嘅時候請大家留意呼吸同埋我嘅旁述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坐骨貼住凳面，拉直個身坐好。做動作嘅時候，可以因應自己嘅能力改變速度。做嘅時候要保持身體穩定，每次呼氣嘅時候都要收腹。吸氣，雙手放喺胸前。呼氣，用力向兩邊撐開，吸氣返原位。吸氣，雙手放喺胸前。呼氣，手握拳頭，用力向後邊拉，同時打開膊頭，收緊上背，同時腳踭離地。吸氣返原位。吸氣，雙臂貼身；呼氣，收腹，緊握拳頭，曲手踭，同時提腿。吸氣，手腳返原位。先吸氣，拉直個身；呼氣收腹，一隻腳向前面交叉，對側個手就掂住膝頭哥，向側轉。吸氣，返原位。呢個動作嘅重點就係鍛煉腰側嘅肌肉。吸氣，手放側邊；呼氣收腹，盤骨保持穩定，轉身。同時腳踭離地，做動作嘅時候都係要保持身體穩定，轉身先可以練到側腰嘅肌肉。同時向後轉嘅時候，隻眼跟住望後邊，條腰就可以轉多啲。吸氣，雙手貼身，曲手踭；呼氣，手腳向前伸，打個大圈。吸氣，返原位。做嘅時候個圈要大啲，增加關節活動嘅範圍。吸氣，雙手放喺大髀；呼氣，轉身，同時腳踭離地，將隻手由頭嘅前邊一路滑去後邊。吸氣，返原位。做嘅時候要留意頭頸同埋身體要保持平直，唔好用個頭嚟就隻手，手沿住個頭一路咁樣移動，係鍛煉肩關節嘅靈活度嘅。示範又做完啦，如果大家有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